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大开幕式宣读了报告，总结了过去5年所谓的成就和阐述了未来的路线，坚持动态清零，强调反分裂，不再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外媒认为，过去10年中共许多方面变得更加封闭而专制。习近平大约花了2个小时，重点宣读长达72页的政治报告，其中以中共病毒疫情、台湾及香港问题等最受关注。习近平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方针不变，不过在20大会场内，中共病毒防疫政策却明显有差异，几乎所有代表都戴口罩，而第一排坐的主席团常委却没有戴上口罩。一家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称，4款中国大华监控摄像头在其网站上的视频分析显示，具有识别种族、肤色、所谓新疆和西藏人面部的功能。大华对此供认不讳，虽然称网页内容早已过时，但不否认其为商用之外的需要提供服务。这是互联网协议视频市场在过去几年内对大华科技针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定制监控设备的第3次调查。大华的4款摄像头在线手册上说，它们全部支持对7个属性和5个表情的识别。7个属性包括性别、年龄、眼镜、表情、口罩、人种、胡子。对所谓新疆和西藏人的识别需要定制支持。5个表情是生气、平静、高兴、悲伤、吃惊等。2019年10月，美国政府以对所谓新疆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由，对大华进行了制裁。中共20大开幕的同一天，英国曼彻斯特中共领事馆外有港人举行了抗议，中共领事馆人员走出门外破坏标语，并把示威者强行拉进领事馆进行了殴打，后来被英国警察救出。中共战狼外交的野蛮暴行再次让国际社会震惊。60多名香港人在英国曼彻斯特中共领事馆外举行了和平集会，反对习近平连任。他们摆出天灭中共的黑色标语和讽刺习近平的画像。新任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推特上表示，需要对此事件进行紧急调查。他说，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把他们袭击示威者和打压言论自由的做法引入到英国街头。英国政府应该传唤中共大使，如果任何中方人员袭击了示威者，他们必须被控告或驱逐出境。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约有30多名英国退役军事飞行员被重金引诱前往中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替中国培训军人。这些飞行员拥有驾驶高速战机和直升机的经验，来自不同的军种，能传授知识，因此非常有吸引力。中共需要经验丰富的西方国家飞行员，才能帮助中国空军发展战术和能力。英国正式发布情报警示，警告退役军事飞行员不要效力于中国军方。西方国家官员说，企图招募飞行员的行动还在进行，近期更是变本加厉，摆在他们眼前的各种好处非常有利可图，金钱是很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些人是透过中介被招募的，相关的活动与一家位于南非的飞行学院有关。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我们正果断采取措施，阻止中国意图招募现役和退役英国武装部队飞行员前往中共培训军人的计划。所有现役和退役人员都已受政府机密法的约束，而新的国家安全法案将提供更多的工具来处理当代的安全挑战。